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媽媽 channel 嘅今日讀乜書。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平時喺公眾場合好難啟齒，但係每個人心入面可能都好奇過嘅話題，就係春藥。你可能會諗，吓，係咪講緊嗰啲深夜電視廣告或者係街邊啲神油呀？唔好意思，今日我哋要講嘅層次高級好多。我哋今日要深度拆解一本書，書名叫做《春藥：從神話、宗教與社會探討人類服用春藥的文化意涵》。呢本書嘅兩位作者背景好犀利，一位係德國嘅美術史同印度哲學專家穆勒艾貝蘭 （Claudia Müller-Ebeling），另一位係專門研究民族學同古印第安語言嘅瑞奇 （Christian Rech）。佢哋用咗幾十年時間，走遍歐亞美非四大洲，去研究人類到底係點樣用植物、動物甚至係礦物嚟提升性慾同感官能力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人類咁執着要喺春藥？係咪純粹為咗肉體上嘅快感？作者話俾我哋聽，喺古代，春藥其實係一種神聖嘅植物，係用嚟喚醒人類內在諸神嘅媒介。但係隨住時代進步，我哋將呢啲植物嘅成分抽離出嚟，變成咗嗎啡、安非他命或者古柯鹼，結果呢啲曾經神聖嘅嘢就變咗做社會問題入面嘅毒品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嚟一場跨越時空嘅慾望之旅，睇下呢啲秘藥點樣改變咗人類嘅文化。我哋先由古印度講起，你可能會問，瑜伽同春藥有咩關係？其實喺但特羅 Tantra 秘儀入面，男女嘅交合被視為重現宇宙最初嘅合一。佢哋相信濕婆神同夏克提女神嘅結合創造咗宇宙，所以修行者會透過服用大麻或者洋金花嚟改變意識，令自己進入神明嘅境界。大家有冇聽過蘇麻呢種神飲？喺古印度最古老嘅黎俱吠陀入面，蘇摩被形容為一種長喺深山嘅神聖植物。飲咗之後可以令人進入不老不死嘅法越境界，甚至覺得自己超越咗天地。雖然現代人仲喺度爭論蘇摩到底係邊種菇或者草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佢當時既係祭神嘅聖水，亦係一種極其強效嘅春藥。講完印度，翻嚟我哋最熟悉嘅中國，中國人對春藥嘅睇法好唔同，佢哋係由陰陽調和呢個哲學概念出發嘅。喺道教睇嚟，性愛係一種儀式，男性嘅翡翠棒同女性嘅蓮乳，能量交換可以積蓄生命力，甚至達到長生不老。咁中國人最中意用咩嚟做春藥？大家一定會諗起人參。作者提到，人參喺中國同韓國被稱為天之根，因為佢嘅形狀好似人，被視為連結天地嘅橋梁。傳說中，採參人要喺有月亮嘅夜晚，清心寡欲咁入山，因為人參精靈會化身成性感嘅形象嚟考驗你。除了人參，中國古代仲有一種叫慳色粉嘅強效藥，用烏頭同鐘乳石整成。雖然可以令人沉溺欲慾，但係副作用好大，會令人痙攣，甚至全身潰爛，簡直係攞命嚟換快感。轉個頭去到歐洲希臘神話入面，愛與快樂嘅女神阿佛洛狄忒 （Aphrodite） 係喺大海嘅泡沫入面誕生嘅。佢嘅足跡所到之處會生出玫瑰、石榴同薄荷，而呢啲全部都被古希臘人當作春藥。你有冇諗過點解紅酒會被視為有情慾暗示？喺古希臘嘅戴奧尼索斯酒神祭典入面，佢哋會飲一種加入咗松香、沒藥甚至係鴉片嘅葡萄酒。佢哋相信呢種酒可以令人天地聯織，見到神明嘅光輝。去到羅馬時代，呢啲祭典就變咗做巴卡斯狂宴，啲人甚至會用尋麻鞭嚟互相鞭打，因為尋麻種子嘅油脂有催淫作用，透過痛楚嚟激發極致嘅興奮。講到最神秘嘅，一定係中世紀嘅女巫同煉金術。你有冇聽過飛行軟膏？當時嘅異端審判官話，女巫會將一種由顛茄、天仙子同嬰兒脂肪整成嘅油膏搽喺身度，然後就可以坐住掃把飛去參加魔鬼嘅聚會。但係作者揭開咗真相，其實呢啲油膏係一種強效嘅透皮吸收春藥。女巫係透過藥物進入咗一種極樂嘅幻覺，佢哋唔係肉體飛咗去，而係靈魂喺快感入面飛翔。仲有一樣嘢好重口味，就係月經血。
喺中世紀，月經血被視為極之不潔，但係同時又係最強力嘅春藥。煉金術師稱之為紅獅子，同橡子精液嘅蛇結合，就會產生出一種叫巴伐梅特嘅靈丹。據講可以帶來無限嘅頓悟同最高嘅性高潮。呢度可以自問自答一下，點解古人要用咁惡心嘅嘢？因為喺佢哋嘅邏輯入面，越係禁忌嘅嘢，能量就越強。去到美洲、歐洲人又發現咗新大陸嘅秘藥，例如阿茲特克皇帝蒙提祖馬，佢喺同美女交歡之前，據講會一口氣飲50杯考克拉多，即係我哋今日飲嘅可可。作者解釋，未加工嘅可可含有苯基胺酸，呢種物質喺人興奮嗰陣，腦部會自動生成，所以可可真係名副其實嘅愛之飲料。仲有著名的聖彼得羅仙人掌同古柯，喺安第斯山脈，原住民相信古柯葉係愛之女神嘅化身。西班牙傳教士好憎呢啲植物，話佢哋引發咗違反自然嘅肛門性交，因為古柯鹼會令感官極度敏銳。最後我哋返到現代，大家有冇發覺我哋而家好多香水入面都有麝香？原來麝香係雄性麝香，麋鹿喺發情期分泌嘅物質。化學分析證實佢同男性荷爾蒙好相似，對女性真係有生理上嘅吸引力。但係作者喺書嘅最後俾咗一個好深刻嘅警告，佢話現代科學將春藥簡化成化學公式，切斷咗佢同文化宗教嘅聯繫。結果點？人類冇咗嗰份對神明同自然嘅敬畏，只係剩下對化學物質嘅濫用。當神聖嘅植物變咗做商品或者毒品，人類嘅肉體雖然仲係神明嘅殿堂，但入面已經冇咗神靈嘅覺醒，只剩下空洞嘅官能刺激。我哋總結一下，睇完呢本書，我哋會發現春藥呢兩個字其實承載住人類幾千年嚟對生命、神明同埋自我連結嘅渴望。下次當你見到玫瑰或者飲可可嗰陣，或者你可以諗下呢啲植物背後其實隱藏住一段咁瘋狂嘅愛慾歷史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嗰啲好奇心重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